议员李文俊表示，徛伫市区大商回流吸引企业投资，工业区用地一定要先规划好势，所以早就提案呼吁市府开发小市营工业区所划设的20公顷腹地，来带动地方发展。议员强调，因应高科技时代，当地高科技南科开发潜力无限，所以提高土地使用，和台积电下游的厂商进驻来拼经济，较受迫切需求。所以要求市府一定要对周边道路开辟开始，避免沦为炒地皮。你迄个讲啊做工业区，你讲画一个工业区内底，你应该内底遐的道路甲开辟2条，互2条大条路互入去。先迄20一家遐有法度通生互落了，互路出来嘛，迄地好起来。啊，无讲一个进庄拢沦陷于伫遐伫炒土地尔。你啊，因为啊，大家听到讲工业区啊，一平按2万、3万、5万，到近我听讲才成10万啦。啊，正10万都干那土地尔，都无法度人去内底开工厂。议员报安尼啦，就是讲，针对这个，我拜托我的秘书长，伊来综合，譬如讲工务局，经发局，负责，因为安怎有管啊，这条路要安怎开较好，安怎用较上省啦，较袂讲啊，即马你要开路地主就丢关价，我知。该处理。面对工业区开发案，市长会后嘛承诺会会见相关局处，伫7月之前启动腹地开发计划，至日后的土地征收议价也需要议员到协助。台南新闻，阮子林英光采访报道。